接下来我们邀请到赞美之泉的团长尤志廷 Sandy， 在我们当中要来跟我们分享他的创作经历，在他遇到困难的时候，怎么样不要放弃呢？我们一起来欣赏这段 VCR。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赞美之泉的 Sandy。今天呢，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首歌叫做《不要放弃》。那我想要跟大家分享，在我写这首歌的时候呢的心情哦。其实就像这一首歌的第一句歌词所写的一样，就是当你失望的时候，不要气馁。其实这就是我那时候写歌的心情。我相信很多人，如果你是一个 leader， 要做领导人的，你可能会知道。很多时候会觉得会孤单啊，会气馁。然后我们会气馁，很多时候我们是对身旁的人或者是身旁的事来灰心失望哦。那甚至呢对神失望，然后还对自己失望，然后就开始放弃了。但是弟兄姐妹，你知道神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里面都有美好的呼召，还有美好的旨意哦。所以呢，当我写到副歌的时候呢，我就想说，不可以这样子，我们不可以放弃。神要我们是要站立起来，而且是带着喜乐的心往前走的哦。所以在副歌呢就讲到说，要哈利路亚，要宣告，要继续的赞美。不止这样呢，我们还求神开我们的眼睛，开我们的心胸，要看神的作为哦。那我记得呢，我在服侍的时候，有一次我在施工，真的是很想放弃，然后就觉得做不下去，走不下去了。那我就记得那个时候呢，有一个属灵的长辈呢，他就看着我的眼睛，然后告诉我说：“你不可以放弃，因为这是神所呼召你做的事情，因此不可以放弃。”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今天也要用这样子的话语来鼓励你，你不要放弃，因为神在你的生命里面有美好的呼召。那这首歌呢，其实在副歌呢，我在写的时候，我希望用一个最简单的方式哦，最白话的方式，最不加修饰的方式来写哦。所以刚开始可能会觉得说，怎么好像有点大意输入法？但是这是一个emphasize， 要加重语气，所以不要放弃，不要放弃，不要放弃啊！所以弟兄姐妹们，加油，不要放弃哦！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，不要放弃。当你孤单的时候，不要气馁；当你在十字路口，不要徘徊；当你难过的时候，擦干泪水；当失望的时候，不要放弃，不要放弃。大声唱哈利路亚，欢喜快乐吧，勇敢往前踏。大声唱哈利路亚，活出神放在心中的恩。大声唱哈利路亚，欢喜快乐吧，勇敢往前踏。大声唱哈利路
神放在心中的蓝图和盼望。